第一次買房朋友一定要睇下呢個視頻，因為呢個戶型咧99方可以用嘅面積竟然去到128方啊，實在太誇張。而且咧佢係做咗一個4房嘅戶型，咁呢個係一個橫廳設計嘅戶型啦。嗱，呢個南邊咧係採光面非常之足嘅啦，咁佢基本上咧冇咩浪費嘅空間。咁我哋先從呢邊開始睇嗱。呢個位置咧就入門口位置，唔使話對住陽台或者係對住我哋其他位置嘅。咁入門口咧就呢度可以做個鞋櫃啦，有個窗嘅。咁呢個位置咧係我哋第一間房，呢間房咧可以做個餐廳，亦都可以做一個書房，空間嚟講係方方正正嘅啦。咁對面呢度咧可以做個長輩房，呢個房咧係同樣係向南邊嘅，唔使擔心話光線朝向唔好。咁廚房就呢度啦，廚房嗱做咗個2字形嘅櫥櫃，預留咗雙門冰箱嘅位置，出邊仲有陽台睇小區裏邊嘅景嘅。咁呢個橫廳咧真係冇浪費，因為大家睇下，基本上冇乜走廊嘅，全部用晒。咁呢間房咧就係我哋一個兒童房，同埋我哋嘅客廳咧形成南北對流嘅，所以嘅話係非常之通風。咁主人房一陣再睇，先睇下公共衛生間啦。嗱，空間嚟講係咪好啊？成個戶型咧好靚仔，方方正正。嗱，主人房嘅套間就呢度啦，空間比公共衛生間就要大。咁主人房呢度咧係休息區，兩邊都有窗嘅，所以話咧兩邊都有景睇，而且係南北對流。嗱，呢個戶型如果你啱嘅話咧，5一活動單價咧係6到7折頭啫喎，歷史新低。位置咧就位於我哋港口同埋西區交界，有興趣嘅盡快 call 啊！